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有法太假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姐宋阿中古，強下嚟撈後生人打在鼓了。咁啲大家需要度過教人嘅霸凌事件麼？因為教育部嘅教案內統統嘅向2023年嘅高中及以下嘅學生我發生一個暴力事件，韓國咧行為偏差嘅案件總共有26000人件，比2022年韓國加咧1萬人件，是表示講嘅當日只有71件嘅案件發生。做乜嘅為咗呢啲案件發生，韓國對佢哋未來嘅人生咁有影響咧？咁樣用繞長度了解後生嘅，留下強下來分享佢哋度過嘅教人霸凌事件，總同人分享。首先啦，首先就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設計好個本人霸凌嘅阿子怡。呀哈，可能條矮你啦，都不卡霸凌其他人。公司財位呢？係咪有年木場啊？哦，木祖風。朱聰傑。可能是他可能是結膜炎的部分。木祖風。好，第一集啦，所以叫做阿燕子。大家好，我係嚟同朋友傾下協商結果嚟嘅同係高度服務嘅阿燕子。你確定唔係靈異照片？係唔掂呢？可能咩係？我叫你好，我見人講好，其實嗰種是你冇 sell，唔好看，嗰時候唔見。最傳統嘅修圖。係啊，用時我本人看到。哦，第三套小嘅立榮。Hello， 大家好，我係呢下啲嘅讀心理諮詢研究所嘅立榮，係講要督導埋嘅霸凌嘅問題事件，就係分享我哋親愛哦。這樣就秀天啦，混蛋是秀天，你唔係做功德。係啊。其實老太小嘅都係白camp。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頭擺吼公司才哦，要做過霸凌者，我係有年紀嘅吼，我咪係做過受害者嘅白camp，所以呢兩種角色是最有。有天陰哥，有天陰哥，有天陰哥，等下嚟看一下呢兩種角色到底有乜冇用樣嗬？第一個所以叫做顏彥鳳。大家好，我係曾經喺霸凌事件地度做旁觀責嘅顏彥鳳。哎呦，這要不得。妖物嘅自己講俾晒面啦。知名啦，所以叫做阿比倫。大家好，我係學生嘅時期接上停在辦公小霸王順風嘅比倫。而家我聽完咗狐假虎威。攞，本人保護費啦，叫保護我。最壞的就是宰相啦。係啦，上到岸夠大爽。其實聽到嘅魯曼嘅時候，牛頭馬面。牛頭馬面，可能是七爺八爺要勾魂的那種。不過真嘅啊，大家可能有可能會咩唔清楚，都係某家人都滅殺，某家人都刁毒，某家人都霸凌呢三集呢期間，都係有某嘅無強用嘅。顏彥鳳這種滅殺人道，去霸凌人有某嘅無強款。我喺想講咩生人就係朋友之間嘅大鬧啊，就講生氣嘅嘛。啊唔過唔講條絲佬人嘅鼻嘢扛起來啊。係，你喺好朋友辦好，啊唔可以講日嘅霸凌嘅話，就嗰種係冇伴對方做朋友，啊講話講到該惡，啊本片人上講情況都就是很過不去，係都唔爽爽，都講當艱苦，喺上講日就18種霸凌。佢講霸凌就係老人冇尊做朋友，唔過。我冇可以尊做朋友，我天生會霸凌佢係。韓國我係唔朋友，我一定唔會霸凌佢。冇聽錯。冇聽錯。咁要聽錯咧，阿立榮。我係知道講，我有一個想法，一個觀點是講，我看介霸凌平民嘅人，即幾一家嘅想法，一個行為，一個態度，一個最重要嘅是佢嘅目的係乜嘅？因為可能滅殺人嘅人，佢是想來老人來群起嚟，想來去搞，是到生氣，係可能是1擺2擺天天嘅經驗咁樣嘅。不過講到霸凌是非常嘅嚴重咧，因為佢可能是係有權力嘅問題，其實佢唔係佢遲到會欺負佢，係佢陰謀，韓國想欺負佢、挑剔佢嘅東西，冇是傷害到佢，咁樣嘅行為是很下唔好咧，所以應該是遲到霸凌係很下衝嘅事件嘅行為咁樣嘅。我說168係冇準入，唔算霸凌。心理時講出嚟發出嚟，朋友可以嚟當準入。
唔過真嘅啊，就講巴林以前係一種較長期嘅一種行為嘅感覺，嘅阿自然因為當中一種去調動嘅啊，細個人調動下，然後嘅巴林咁真嘅要較大嘅檢查。其實真嘅有差別，我知道巴林同咩山人最大嘅差別就係亞山人啊，咁有沙天亞在兩山人之間嘅界線。韓國人而咁有標記。從細個培養，你真係跨過呢條線哦，有冇打有發現啊？韓國人而咁有標記，亞在受害者嘅心情。比如講，像有啲人講下立中有講到話，有啲人會去咩山係為佢唔啲安樣慢同亞山人相處，想去來求兩山人嘅距離，佢所以喺度求嘅。唔過你佢唔啲講哦，佢愛用做係生氣，係呢唔生氣。唔該求係奶橋梁啊，係行過去啊，係身邊普通，中正。就很多人就聽唔懂嘅。唔啦，不過其實剛剛一隻想法就係可能有啲人佢會去咩山人係為佢想去證明自家，佢所講哦，捱咩山嘅時間啊，碰水人啊，就會注意到捱咧。冇碰水人少都同歡喜，佢就講哦，佢都係證明自家，當有成就感。跟剛剛一隻就想唔講到話，佢愛想對方注意，其實佢捱當中意認真，不過佢冇注意捱，嗰時捱就會調試來咩殺佢。台灣行嘅時間要當到嘅寫你個白面嘅條男模，你睇講來年嘅寫動中意嘅。跟其實呢，公司採發咩山人同巴林要兩者之間最大差別就係呢，對方嘅受害者佢愛心情很有關係，但係嘅受害者佢知道我唔爽快，唔中意，跟然係繼續做嘅話，你就係巴林人，就唔係咩山人。就該幾位按到嘛個說者雖然摸你啊，但是聽者有意就摸法出嚟。說者無限，但聽者有意啊。對。不過其實就定呢個教育部嘅嘅定義要講到嗬嘅教人巴林嘅方式嘅準則，啲輩就要講到巴林嘅定義係乜嘅？係講係一生人講一群人，嗬係持續，即係兩者是當重要，持續都一直哦，嗬持續用言語啊、文字啊、土法符號，又係其他用路啊，用其他嘅方式對。嗬，直接嘅係感覺對其他人做出乜嘅行為，人講看人摸啊，人講排斥佢啊，用大家一起來排擠他，甚至係欺負佢啊，嗬，人講騷擾他，然後去調動人，嗬，韓國啊，還有而家就本兩三人，然後種叫做為心肝度為冇停跳，很不安的情緒，重新去心理不安的情緒，韓國嚟就會影響到佢嘅自信心、心智，會影響到佢學習。這樣子就有可能會形成這種霸凌的行為。唔過咧，其實呢種霸凌的行為有當到冇強樣的方式、冇強樣的出現，到底有哪種的霸凌的行為咧？一下先看一看樣片了。落水，我係繼續做嘢丈夫，冇得好，對父母仔。唔別做乜㗎？睇先，你包可以幾時咧？唔該先，我係嗌哥哥來。好屁哦！就會中意啊。嗌哥哥。哥。出嚟婆婆仔嘛？追幾啦？阿婆係。要給你做包來。中毒美。拿咯，我嘅拉力跑，咩都邊嚟下快事啊？原來你咁快些啊！大哥，我揾陪你以前咧，你咁快些要敲我鏡頭做啊？導演太會選角。老遠都小小逼逼啦。幾條？然後這邊呢？哥哥哥。大哥誒，大家要自白誒，拿來。哥哥。你懂嗎？係。因為按到後，眼壓片有一點給了呢，就搞不出來了。給面，一亂學，邊講嘢，佢冇估出來，就好跳跳嘅啊！咪仔，哈！我叫你做的。
有啊，有啊！救命啊！哎，安不要緊啊！哎，啱唔啱㗎？邊啊？我唔知。眼中嘅注意力啊！買好多幣係。係咪好多幣？哎呀，想食買啊嘛，係大白都會體驗啊。差唔多啊，你可以嚟講。就說導演會選角。很適合。喂，阿咪，過來。原來啦，原來。我哋講啦，我哋後頭就要錢個簽度已經做攰啦，做攰啦。唔過我媽媽喺我最小廣告咧。廣告啊，嚇死我！咩唔係俾我錢啊？講。唔講啦，嗱你係冇面做嘅誠意嚟啦。繼續開始啊！你好呀。啊！跟下面上來露來電，會有事嘅。阿明，上次個12歲。我係賣水鬼。可以係。錢包喺哪？錢包喺哪？啊！你就係健康啲吧？你咪調好了，尖叫雞嚟吧救命！好，家下大家看睇呢一部影片吼，其實吼係做戲聽聽啦，真嘅冇人受到傷害。雖然講阿基現在看起來真嘅當槍嘅本人巴黎，都才多。而家係好頭個係，佢係好好啦，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冇錯，真嘅啊。不過家下嘅第八度嘅情景，可能真嘅大家有拄過。心有戚戚焉。心有戚戚焉，白劍。你頭擺有拄過第八度內底嘅案件。我講我自己嘅故事啊，雖然我咩阿明嘅本性啊，但是我做過阿明嘅朋友。我各種嘅細節有時候那種愛心泛濫嘅人，所以我看到就都有朋友啊，見到有本其他嘅同學咧霸凌嘅細節，我就覺得說我要做幾個朋友。為基都有咧捍衛一下，結果冇想到反而變成大家霸凌的對象之一。還有基都曾經就講哦，家下講霸凌係挺嚴咩講持續嘛，持續性言語的攻擊，說把槍用來上到俺燃刀呢，用來上到俺室溫哦，你帥成這樣，你還有天理何在嗎？哇，好受傷那時候。好了，謝謝。好了，恭喜他。那個時候呢，他們還有一些行動，例如說，不該蓋卡邦啊、書包啊，還有走歌啊，然後搬到那種走廊上，甚至丟下那個丟到樓下去，對，然後個地位石洞都會垃圾，該是這警令動幹苦啊。跟性上冇關一件事情係。因為性上，佢咩特別嘅細節都搞死地位度，有因為調子，韓國最重要係因為我改良係。下跟性上應該冇關係嘛？唔過，前陣啊係摩蛋，所以我唔敢到自家講話。但是如果我跟老師講，也許結果會冇用用。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重點是因為不敢講。那後來呢，我簽到家改革來奉獻嘞，後來我到高中的時節，我到了高中，我想說，我冇咋搞到邊緣人做朋友嘞，所以我就加入霸凌者行列。哇，打不過就加入。那時候有點不懂事。那時候就變成你同學嘅做嘅底下去。就換我去罵別人，你怎麼帥的？沒有天理不容啊！冇錯，其實有當到，其實咧有眼叫當到嘅受害者吼，佢為到冇本自家變做受害者，佢會干一下強勢嘅該一群嘅地位，因為他為了要掩藏自己不想變成受害者嘅角度嘛。佢阿 V 路有度過呢種霸凌事件。我自家嗬，我自家係冇喺講我自家頭擺嘅各種時節嘅同學，你要知細妹嘅同學，佢做領導嘅辦公嘅路曼嘅嗬，嗰個佢做廠家白香港嘅，佢會落夾嘅書包扛起來啊，本佢線上做木
无课本和上课就本身上激发，也讲留个书包的啊、得体啦，也偏到下边得体啦，也建业啥物都吼。如果做动作嘅事情，这样是人就唔敢去听书记，因为就会讲就会变成本人霸凌嘅对象。唔过呢，这样是嘅办方嘅路卖就让佢同好，但其他同学其实没同讲嘅。佢有一摆还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天没想报复骗人啦吼，平喺西路卖，因为这样是呢就有动到嘅办方嘅同学当流行西来吼，批后冷水，从流档批下来，然后批到骗人，其他就都有成就感咁样吼。嗰有一摆就唔到好批到嚟，其中個 office 里講嚟，我行嘅路賣呢對其他都用嘅。嗱，就講唔是 office 里，嗱就拿個本掉啊，吼，就從辦方睇下嘅後來說一年以後，嗰個就多加條拿講當個講排些 office 里。哎呦，大叔，警察真的，追溯期还有吗？还有追溯期吗？80名嘅年呢？其他條就做暗用嘅事情，啊，不一定批後來說係乜個感受。你也是變成加害者。唔過真嘅啊，觀眾朋友頭擺度過安樣型嘅事情，都順風看家下，唔會去插數麼？韓國唔會講度到乜嘅無窮樣嘅霸凌事件麼？也下先進行一段後生地下法，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向我哋分享了。大家好，歡迎來到後生地下法。今日我教大家同校園霸凌有關係嘅詞彙哦。第一個。學校、學校、學校，我當日都行路去學校讀書。第二個，欺負、欺負、欺負，還冤枉我又本阿英真欺負咧。第三個，霸道、惡霸、惡霸，佢當惡霸，故所大家都驚佢。後生地下法就到一片咧，大家要記得咯。歡迎大家多在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而家下體育團吼，談嚟同到定件故事，甚至有嘅受害者、假嘅嘅霸凌者嘅角度，變做自己面係一種好像偽裝自己嘛，還有加樣片低度可憐阿明嘅，佢發生咁多嘅事情，係個而家係啲順風看嘅人，你遇到兩種事情，看到呢件事情發生咧，唔用辦法去處理，唔會假。我去插數講，你都做唔得安呢？又係講，唔係過去踢阿咪一下，唔係變做嘅霸凌嘅人嘛，係阿眼鳳用辦法去處理。可能看狀況吧，因為其實從我個小時間啊，其實有個細妹嘅同學就轉過嚟我哋辦行，啊，其實我就突然坐強下，啊，其實我有個定一下嘅複雜條嘅出嚟，我就想講我係設個句號，啊，其實同我講，想真係加一樣啊，現在同學嘛就只有顧一下。可能遠遠就發現到我嘅出嚟，係就只有成條嘅事，下組條佢就唔見起嚟。哦，誰不見？那個女生不見，出嚟，真係唔見起嚟。我就想講，用個因為係先買係嗰啲號嘅出嚟，啊後來我就去問現場就問現場，就喺現場就會講，睇下看一下眼房嘅出嚟停喺邊啊咧，佢就冇錢到，結果後來下組條嚟就收天嚟時發現到係T七同D boy，嗰陣就講傾啊，唔講係想講天錯係二。因為人都突然家裡天天啱啱冇半篇嘢看過人嘅出嚟，後來啱啱又冇證據，嗰時候就冇講乜嘅。後來又發現到其實個兩張嘢、三張嘢咪有嗰度嘅同學嘅東西唔見係，後來又發現到係佢。睇下出嚟全部同你手提吧。而且常常嘅斷手提專家啦。佢唔係調酒誒，佢係攞佢得嘅。可能因為調酒唔過係大動作的，唔會講啊，嗰所以即係。唔講係冇證據啦，冇法度係。嗰時候你冇聽錯係佢。係唔講後來係因為有條東西本人發現，嗰時候就想講可能就我就覺得八九不離十，唔錯。我後來就有失敗本睇下想講為條東西就冇同佢做朋友嘛，就失敗冇同佢講法，或者時常對佢冇暗號，唔講冇多8年暗嚴重，就係因為講。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的關係，嗰時大家就冇同佢做朋友。冇想去插佢。係冇想去插佢，唔過可能想講，那喺幾多幾時嘅戲嘅反應，可能咩唔會想講聽數據，因為想講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唔過係啊，唔過就係講可能有種人真係係無辜嘅啦，嗰時候就係看狀況啦。
可能佢前景四柔啊，佢當強冇錢啊。係啊，你想我嘅出嚟係啊，啊！跟住下條這都仲贏啊！真係講啊！他愛你不敢講，但是口難開啊。大家啲下做學生噶嚇，真件懂難去判斷講一件事情到底係完全嘅正面，也有完全嘅負面。因為唔係幾上，因為唔點講，幾多大情況都很用白嘢。係啲咧啦，我就學嘅白劇嘛，白劇就係現學現賣，各種嘅時節本人欺負，各種嘅時節就講用嘅豐盛。所以他現在都偷我的橡皮擦。都唔得安尼吼。但是別人阿志怡啊，真件本人真到嘅讀書家哈，你假使拄到呢種有80年嘅事件，我用辦法來去做處理。因為我台灣咩事做過啲彭順開人，那係真係一下做嚟多專業化，我想我冇想去真係起啲彭順，我會主動去同佢本人班人嘅受害者講，你唔是驚，因為你冇做唔錯任何嘅事情。係講我會要，雖然我外面會驚霸凌者啦，外面唔敢去犯結嘅，講你外會同刺眼同受害者相處，被彭順人看到，還有霸凌者看到個，佢冇辦法去控制每一殺人，因為我出家啲學教嘅時間沒有本人霸凌過，不過到咗以上還有嗰種是我唔係真正動腦嘅霸凌我嘅人。係因為其實可能嗰種是我嘅心態啊、心理調整都動好，但都係因為嗰隻過程，嗰種我變成講，因為有幾場嘅過程係慎重動多。韓國我一下到最上，我就知道嗰霸凌者，佢真正嘅係因為係佢為什麼被愛啊？你點啊？被愛。其實佢種被愛啊，佢因為愛用欺負我嘅方式來證明自家咧，係咪懂冇痴心？你就唔會想講，其實你會去霸凌別上人，可能佢情感都沒有受到傷害過。嗰種叫佢用呢種方式來，好像係偽裝自己，然後都全世界變到強暗用啦。所以輸上來做賺多騙你。古時候阿志怡係講賺到過去，唔係會去企出來嗰種，冇可能唔係用一種嚇對立嘅角度來去對抗。就講唔係出聲來去聽。係，出聲就刺眼同受害者相處。因為有一種嘅心理學人都沉默螺旋嘛，講大家都冇出聲，你睇啲事情就大家越來越唔敢講，會繼續下去。嘅阿燕陣揾用乜嘢來處理？其實我知道講，我會跳出來啊，自成一黨。就是講，天數也條受害者，你堅強起來。霸凌者，冇，佢會成立受害者保護協會。唔錯，唔係哦，係我成立一個受害者保護 party。你講到比佢哋行較好啊，幫佢哋行先啊。將來真實我神忙啊，調辦啊，各種嘅事，有一段時間啊，同學嚟就較唔願意同人講吧。剛開始啊，所以講有一些咧。有一些故事啦，說乖乖啦，啊阿妹啊就做動聽，阿妹講好啊，而家要考高中嘅呢，如果有時間我讀書啊，故說朋友冇採用去按嘅好事情，朋友冇採用其他做一個好事情，如果將嘅專注力用啲啊嘅其他嘅事情當好，人生還有更多快樂嘅事情啦，何必單戀這一群花呢？對不對？故說嘛就想講哦，咩係哦，啊就開始繼續練跳舞，結果練到比佢哋行較好，咩宿舍咧一條咧。動認真啲嚟練跳舞嘅人，啊我冇事情好做，跟住就認真嚟讀書，結果咧成績唔好炒。不過你係一種就係講即個可能本人霸凌過後，也係講受到傷害嘅人，佢即係心理嘅調整嘅過程啊，唔係搭上人就做得有呢種能力做嘅去調整自己嘅心理。不過白鉗同你來講一下，頭擺下對那個受害者變做係霸凌者嘅團體之間嘅信心係用白。係啊，因為我係兩種幸福哦，都有做過啦，就是身兼二職啦，就有吃寬呢。所以我除了講我做分享，我事業做安泰呢，係吼，腳踏兩條船。分享我自己嘅想法係，因為我做霸凌者嘅時間，其實我兩下因為睇嚟之後，因為總得講吼，因為我兩下睇咧，我懂事了，你就已經聽我原諒我頭擺做過嘅事情。我覺得還是為自己的幼稚的行為，要負責任。不是高中同學有看到嘅話，可以跟你討賠償是嗎？道歉，就賠多少錢？你說。我正經我講實力，我正經上到動窮林宥嘉咧。要是保留林宥嘉啊。哦，所以我就覺得，
因为我走过霸凌闸嘛，所以我觉得从魔法图工拍摄是好嘞，但是我觉得还是为自己讲一句话是，可能那个时候是因为条件不能陪上因霸凌呢，太害怕。那我做受害者的时节，我就想说，因为我后来变做霸凌者了，所以我们做体谅讲，哦，因为霸凌者记得是因为有家就是刚刚讲沉默螺旋，也是讲这种从众的心理的状态，就是你大白想讲，我爱起出来，本机老去讲话嘛，我保护机嘛，该时间就会有另外一个天使黑天使起出来讲，啊，用你为了陪上你莫强容呢，所以那个天使在拔河的时候就会动到后上呢。搞让地方会发现霸凌的事件。故事你就变成自己讲嗰種較脆高嘅人，我用皮膚配上去嚟證明自己。來，對佢講，比愛呀！不過真嘅啦，有上場頭擺動作嘅那種是有，因為一開始像嘅阿弟種講到嘅，就是你係有權力嘅。查片是有那種權力相爭的問題。故時候，你可能人家嘅權力冇到按太家下，你會講那種有權力嘅人會對你來報復，然後甚至來去欺負你。不過假使係講係人家嘅好朋友啊，那個兄弟姊妹啊，發生呢一種事情家下，你們用辦法來處理咧？阿偉倫。那剛前面有分享到啊，太普分就會做一隻旁觀者，所以我有幾隻魯曼嘅報復。唔過呢，那七個真係有一隻七個嘅好朋友，真係發生一件事情嘅時候，頭擺你學生嘅時期，唔係太七個會讀到冇，讀到嘅學長啊、學姊啊，嗬，就會講哦，係那比如講甚至於你出去攞杯高升攞杯，其實佢目的係乜嘅？啊，前去比如講啊，無人看到嘅所，嘅壁角去攞盤按啷彈，嗬，跟住就第二，佢就向我嘅朋友講啊，那三年出去，啊就唔定那來用。我出老嘅門關起來，嗰個就講你講冇出去就俾人打死啊！然後結果後來呢，你不你冇你不人打死，我你冇好好投下片咯。那意思講後來佢也條嘅目標就變到硬成行嘅，不過佢也條就講唔得不用學做冇做啊！嗬，就喺度講啊李比倫啊，嗬，我向阿個嚟攞杯嘅人來，係真件啊，同學就嚟講，係講講，係就講要動到嘅人就係攞杯嘅魯曼嚟來，就同嘅學校嘅門後頂啊，啊同學人啊轉他講要動到人就騎定官咧，同攞杯。後來呢，就係我有嘅魯曼嘅朋友啊，咁我嘅朋友呢，就咩前格嘅朋友，聽嗌報復嗌，聽嘅嗌轉播卡，按樣我真冇事情。故事嘅魯曼朋友董強誒，係真嘅，感謝一下，感謝一下徐先生。不要為我吵架，不要為我吵架。非常浪漫嘅故事。眼真甜，你係初戀呢？董強為阿英真，然後佢談下下嘢，然後阿英真談下戲。不過這是好像變成一種溫馨接送，但故事有冇白白？有一種愛情故事。懂你故事須點面風呢？不過真嘅啦，其實真嘅好嘅阿偉倫嗰陣時要留嘅同學嚟去動彈，冇真嘅可能啦，同學本人打到班上戲，真嘅咩有可能啊？阿林榮要發生過呢一種嘅事情冇？我其實冇嘛個有人上有發生過嗌嘅，冇按上中嘅事情。係啊，可能冇按陰床按用人啊，不過係講呢一下嗌下就下台咧，嗌順條嘅人都到可能朋友可能想提姊妹都到按用嘅問題嗌，遲到嗌呢一下最先會做嘅事情係關心佢，和好冇，因為可能佢有受傷，冇事心情，有唔好嘅情況是配佢，韓國。本機下問題了後，就講去要安全感了後，就講去配機講好機，底下係電下嘅解台，佢係學校嘅處理嘅流程係嘛嘅，韓國用辦去通報呢一件事情。本機了解講好嘅會所，韓國唔好嘅會所係用辦是配機個體呢一段時間，雖然冇辦法直接去前嘅霸凌嘅人去講道理，冇辦法，啱咪咪講。其實嗰個家人也嘅協會做嘛啦，不然打開嚟以後，就喺旁邊看到可能。就那個小護士讓點一下，哦，你嘅心情一樣誒，哦，這霸凌者轉來，就給他這樣，那佢真係要讓佢結結。係啦，韓國啱咪會上嘅啲解釋係假使講嘅順條入霸凌平嘅原因，是從白強強容原因，因為啱是拄到呢一件事情原因，因為當到嘅受害。當到嘅加害者，是霸凌平嘅原因，是係拄到呢一件事情。可能頭擺咪係受害者。係，是拄到個呢一隻經驗原因，是配機去了解講佢認為
會掠下會霸凌朋友，韓國有當到嘅情況是佢屋卡係有家跑事情嘅嘢，佢就會做呢一件事情，所以去了解佢樣板會發生呢一件事情，就係真正做啲解決霸凌事情嘅源頭，我知道。哇塞，你係線上，真嘅，你講你送上故意啦，愛關係。因為坦白愛唐立龍講安尼，反而輸錢。你真正讓人講到動火啦，就加害者、然受害者，其實係摸清楚、很模糊的。啊，有相信係安樣嘅，唔過係假使真經學校發生呢一種嘅教人嘅霸凌嘅事件，其實成嘅線上按樣板去來處理，將係正確嘅處理嘅。等下再來繼續老師嚟強下來分享了。疑似霸凌事件發生㗎嚇，可能提早去處理就可以線上，不管係偷食，有人講鋪頭式嘅線上，道士。輔導士，原來偷師好做導師，擺放嘅偷師，有人講鋪頭式嘅那種這些諮商老師啊，因為係上先唔看像阿志啊，佢設計落去處理面對處理到後生，呀，佢個都比霸凌佢嘅銀行較好呢，係啊，係啊，好神夢誒，要跳但要霸凌佢冇，佢呀先冇霸凌啊，誒，唔係我現在講兩種方法。歡迎大家到嚟喺上台上講節目現場嗬，其實你係先學睇睇起來真係有啲嚴條，唔過家發現咩要當到呢種神奇嘅素材。還有男士嘅部分，偶像劇的部分，偶像劇邊個會那麼長？偶像劇部分，唔過真經嚟講係講學校度發生一種霸凌事件，一種疑似霸凌事件發生㗎嚇，可能提早去處理就可以線上，不管係偷食，有人講鋪頭式嘅線上。道士。輔導士，原來偷師好做導師，擺放嘅偷師，有人講鋪頭式嘅那種這些諮商老師啊，有線上啊，唔過真經大家讀書家哈，一條偷師，一條線上要發揮佢嘅作用嘛，要做為呢條事情阿伯強。因為家下人居咪就問我講，我發現了一件事情之後，啊，線上到底做乜計？做哪一位？我已經做成嘅做嘅啊，我因為出書咯。我家下就想了一下，因為我從細讀嘅學校都會算係嗰種台北市下重點性學嗰種學校，所以學校幾條思維重視一件事情就係升學率，其他事情幾條冇參與啊。學生嘅先至最重要。係錯，所以到兩種學校地位都分做兩種嘅線上，第一種就係假使你係選擇學嘅學生哦，你做埋事情都會做得都錯嘅。哇，免死金牌！安用為安用嘢咯，喺個第二種嘅線上就係講，因為佢產業事情是有一種，就是我們班上幾個建中北一女的。所以其他的事情就是同學之間讓架上打就跟我沒有關係，因為學校基本會看兩件事情，所以到安用嘅學校睇，我覺得身為學生啊，你是會想講我們要如何生存，所以就算你到線上講要用個啥咯，冇好啊，電腦喊口內會喊硬床。真嘅，幾句話要做得拿出嚟講咧。避愛啊！安用嘅線上共避可以這個可以講。不過真的啊，嗰種主要我們那個年代好像很奇怪，就10年前8年級啦，8年級10公年前，你讀書家哈，可能真經要當到喺線上就講，學校嘅升學率真經係提重要嘅事情，因阿比論知道去條線上，你講老線上講真經咁無效。我自家每次都冇乜嘅好。不過我先講一下，家北強講到嘅成績嘅部分嗬。大家唔係講我有啲魯班嘅同學，我冇落去一條強下係。我自家本身你係成績當好嘅人，故所我做很多嘅事情咧，我冇本人見過見過啦，乜本線上翻，我咪完全冇做廠家講嘅強樣。不過大家都冇講線上無效，因為知道線上面分做兩種，一種咧佢可能會先去比如講去觸發一條同學啊，一條機構啊，一條可能發嘅一條。唔過咧，我本人8年嘅人喺條線上之後，我有3年會比大家行緊嚴重。故所以有嘗試有啲人唔會再過去條200、300，因為線上
较多就盘盘呐，好呀妈妈哎，要见过做过去的，佮亚种还较脏，还有哪一种呢？迄讲讲哦，学校嘅名声无好啊，各位有上时不是到讲，做学生嘅之间佮搞聊天天呐，吼啊咩啥安尼小事情吼，唔是总个安排，亚种佮有完全无关嘅，又含有哪一种形象嘅暗用嘅，唔讲係咩向老先生讲，老佢讲技法讲法啦，唔係講技法，即講天數先生講法，有啲先生之件，嗱看動作先生盤咯，個學生咧都跳起來動通嘛個，唔可惜嘅學生嘅唔驚啊，盤慢你要幾有涵養嘅，這樣是無像日下有動作會報警啊，又嘛個。這樣是唔係做盤啊，行去做安尼天天。平常咩當送腦筋？係真嘅，就講青口面有效冇完全咩無效。係啦。有啲嗰種頭擺行人會講嘛，種馬道就唔通，大道咩唔驚。有啲學生會試咗講，佢種後嘅咁樣，電腦唔會去處理。唔過也下吼嘅2024年家下，其實係教研嘅80年防治嘅準則有修改個動作嘅部分分組，比如講第一隻最重要嘅分組係學生對學生來霸凌，也係講先生對學生來霸凌。韓國叫做也下有喺做到就預防嘅機制，就講你總得事情發生過後，將來去想辦法去彌補嘛。你講事情要用辦法來去預防講學生會發生那種霸凌嘅行為，都在記得做嘛，會發生呢個東西。韓國啊，再來就講還有那個要檢啲那個人才庫，就講調課，還有調查人才庫，總得單槍學校地位度嘅先生來做那個調查人員，一聽，要對那個人才庫地位度有一般。語一定會對兩人才故意不會獻出來，一定是要校外的人士來去做客觀的調查，講你都在學校做嘛，該發生兩種事情。故說其實喺講學生嘅自家單人通馬去面對兩種事情，當然冇可能嘛。先生當然當重要嘅，自己頭擺是有老先生講過嘛。其實嗰種是捱國中1年生嘅時節就本同學霸凌，我嗰種是啲在霸凌工廠農場，捱係唔敢同先生講，捱咩完全唔敢同別人講，捱就經驗的，係都後來捱就拄唔掉，因為捱就喺啲學校做啥地位度啊，捱拄唔掉，捱咩冇貼片同爸爸媽媽講，係因為捱本領霸凌，係因為捱就同爸爸媽媽講，捱冇想我帶啲學啥地位度，記得就是說當奇怪啊，係後來捱就講因為捱本同學霸凌，你就去申請講我帶啲。木卡唔會帶熟沙咧，佢申請現場咩自動奇怪，佢張問張第一件事情，嗰種事情上就先搶啊，我下嘅霸凌嘅事情嘅開條係內容是開始嘅，還有歌場全部都會寫清楚哦。嘅內容全部寫清楚，佢寫清楚過後呢，佢就去尋嘅要問其他同學，還有其他學長學姐，咁有愛用嘅事情，確定以為過後呢，佢就搶霸凌嘅人，就有利用啥行係啥啥就出來就同我非勝利。係，嗰件事係冇帶啲熟啥度，我就先政府學校帶，唔過佢條就冇繼續霸凌我咧。唔過講實在話，我咩唔知嗰件事愛用嘅做法係好還係唔好啦，因為我咩冇真正對亞雜處理嘅方式有滿意冇，就係我咩唔知用埋現在係最好嘅方式。係冇錯，因為特件事情可能就係特別嘅事件，可能處理方式咩動多種，冇聽錯本家開就老師開就見面，冇聽錯一天同好嘅事情，有可能會激化情緒，但是不一定每件事情嘅處理嘅方式都共用。韓國家有講到就講我做一個訪談。又係真嘅。下個筆錄嘅感覺。有啲會動槍。要出書了嘛？其實兩種係真嘅，就講到做嘅教員80加下，就嘅調查人員，佢會做一個同層面嘅訪談，因為訪談包含到當事人，就雙方當事人，不一定是雙方，有可能是多方啦。然後韓國關係人啊，韓國真人沒有可能，就是可能會做兩方面嘅調查，去調解到頭來面去用辦去。佢安然逢頭擺有度過一樣事情，有去老先生講。然後過後發生那種事情，因為其實頭先講一個故事嘅社會，其實佢就改當然佢腦兒嘛，因為佢就調變嘅東西。其實現場都有看係就第一件事情，佢就冇要因為佢係因為一件事情，嗰時候本來個腦嘅話，佢就請佢過來打嘴鼓，就每一個就是跟他了解說事情的原委。嗰時候講。也算80下，就係大家就冇同佢講法唔好嘅，嗰時候前三咩想講就係要演員才啊，嗰時候也就冇想講，沒有特別的去積極處理這件事情，而是告訴他說，
也件事情係因為用版。啊，唔過因為也做些事，因為人種下冇嗰惡嘅聲音嘅啦，所以大家就大部分還是善良的。嗰種係冇度過中意的按洋葱嘅霸凌事件，係就真係真係嗰種什麼跳出嚟啊，爆炸條嘅出，批黑藍水啊，對哦，一件事情去做得幾多年啊？沒有其他事，所以冇嘅，一當定講嘅，係啊，都在以下。係，唔過就像大家講樣，喺講學校有發生那種霸凌事件，可能會請我輩嘅那種委員去做那種調查和訪談㗎嚇，可能就會寫到大家講到嘅這種校園霸凌事件那種訪談調查表。大家唔係頭擺有識談過，也講自己有寫過那種東西嘛，認真。完全冇談過咧，其實我咩冇寫過，剛是真實啲我嘅在讀書嘅時候有按那個東西，我咩唔敢寫啊，因為伊寫嚟過後，先生咩唔知道會去處理嘛，學校咩某一天會去處理，甚至還會因為講，一隻聲音啊，同會情緒行動麻煩，係啊，已經同老師嘅學生啊等等嘅，故所面對到霸凌事件啦，頭版係咩知道講，霸凌有可能啲。年年啦，好像講一般審法地位人暴力啦，唔順，聽說我有訴訟，張知道講，我嚴重到人嘅生命，學校長會卡充實掉嘅，個假使係讀到一般嘅安尼嘅事情啊，做最面還會賺到7家生活，你敢有嗰種你頭做得落去抵抗安尼嘅事情，因為我相信你看像阿志啊，佢7家落去處理面對。處理到好勢，呀，佢個都比霸凌佢嘅銀行較好呢。真嘅，係啊，好神夢誒，又頭擺又霸凌佢冇，佢也先冇互相好講啊。唔係我現在講要做包辦。鏡頭這麼少，你看看孫紅立榮那個實習諮商心理師，你下見平頭總咧講新聞啲哦。立榮嚟講下發生呢一種事情，係講要寫過呢一種調查、兩訪談嘅記錄表，冇人講發生呢一種事情，我用乜嘢嚟反霸凌呢？我其實冇嘛個記得有寫過安樣個事情，我只有印象是係各種個細節有欣賞為的辦紅去講反霸凌呢件事情是線頭咧宣傳呢件事情停。不過我真正係講拄到呢件事情，可能未冇嘛個感寫出來，因為我看個學校處理呢件事情個態度，係講線上係記起霸凌者，冇是忽視這件事情，我咪會當笑，咪會唔敢寫出來安樣嘅。真嘅，啊頭擺中央按到，中央都想聽，我想下，都敢下動作誒。比現場的對天數啊，其實數到呢種霸凌嘅事情，其實真係懂難去解決。甚至講學校嘅先生可能冇乜嘅心理，因為辦方可能2-3次同學，佢冇可能一撒嘅同學就發案到嘅時間去。故咗了下教育部有推嘅種當年就是負責2.5億去到各級嘅學校去安排專業嘅人員來去做呢件嘅事情，甚至去輔導學生嘅。唔過假使真嘅遇到那種霸凌嘅事件，用版型本了在霸凌事件。變到較正常嘅鬼拖當風咧，等下轉來再個老大家向下嚟討論了。你譬如講有啲人啊，嗱我舉例子就講，有啲人過當吹歌，也係樣板，可能佢就是講佢哋按吹歌，然後蹦出幾樣樣板，嗰種心態出來。他想要引起大家惻隱之心。冇錯。第一本睇住個隻表情，就會按嚟笑笑嘅，還有幾番，吹歌。悲哀，真嘅。歡迎大家到喺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其實嗬，你講到嗬，佢一些嘅主題係校園嘅霸凌嚇，校園嘅霸凌。不過其實到你選項可能要當到，唔知你其實咪係霸凌嘅一種嘅情況。你下新聞那個專家。林榮先生，老大家分享下，呢個憲法制度嗬，有可能要都有事情，其實基本係霸凌，韓國呢種霸凌可能會發生到哪種嘅情況之下咧？我知道有到天地合高，韓國下大概為數冇平分嘅為數，其實是會發生到呢件事情。其實憲法當個動作啊，啲學校啲背度挑戰共同嘅討論嘅，韓國啲。
做世界卫生的有啊，韩国平常时其实地波卡没有的，因为波卡人可能爸爸妈妈欠你下台啊。我每天被我妈霸凌。不要做那用一个是尬跑嘞，没霸凌嘞。不過可能也係霸凌呀，嘿係啦，又好下啲台嘞。所以我遲到欠你下台嘅人，佢自家會注意，佢有按樣嘅欠你下各個情況，佢就會誠意冇去壓迫平安按樣就唔會發生到你欠霸凌嘅事情按樣。冇錯，其實有相信話中國權力嘅人，佢唔知佢按樣去做，可能係去壓迫到其他人。你可能會知道講，我在這個位置這麼辛苦，你唔知愛嘅辛苦啊！按樣去做係為到大家好，可是可能因為加按樣去嘅想法會造成其他人嘅困擾，甚至係傷害到其他人嘅心理。好，不過咧，大家個做一場係講到學校制度。學校啊方面，不管係線上啊，學校嘅那種行政機構，叫人用辦現場做的提升到學生嘅咧，大概係8項。我想講吼，因為國中啊，你我用自家嘅故事來舉例來講，國中對當到嘅學生來講係當重要一隻時期吼，因為小朋友變做大朋友，中間經過嘅就係青春期，所以青春期最明顯嘅特點就係講。記得下唔會想，韓國記得下衝，然後好衝，比較重嗎？比較衝，哦，他吃架，下吃架，下閃泡泡，嘿，錯，所以未唔啲幾次噶愛用辦現做。所以佢懂競種，因為佢要懂有權利，佢要有生意嚟做。這種那個學生嘅從小，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我們的杏仁核是25歲才會發展完。杏仁核，是掌管情緒，就控制情緒。所以佢他講話，你係咪發展？非常懂愛各種的時期，愛是去到講動幹苦，要講自己那種受傷的。所以佢嘅意思講，其實因為安永那個杏仁核還沒有去掌管的時候，有相信會走出超嘅家庭，所以我建議就係講，用一自家嘅例來舉例就係講，除了吼一隻禮拜就咧有到兩堂嘅講輔導課之外哦，其實輔導師係天手天天，我知道講最重要係導師佢本身嘅責任係到底應用辦來處理呢啲事情。譬如講我自家就冇感受到我自家嘅導師佢都要對我感到溫暖。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在哪。佢思維狂啊，佢咪考試幾多分？你共口又寫也冇寫，所以我覺得導師的這個身份非常的重要。沒錯，所以那個我們的班級經營學分要再加3學分。拿來開同樂會好了。冇錯，大家就做假設係去考線上嘅都啲嘛，因為學科人做班級經營，一係到假設係做投射嘅，非常重要。因講到咧班級制度啲，假設督導時間，你自己要理解到，呢個學校有哪都係資源做在填修到呢個學生，甚至係填修到你啦，嘅壓力容時間嘅。我其實我嘅想法，韓國建議到把欠強容，其實係學校啲背讀，會加強嘅滲透呢一件事情。因為我頭先咪有講到，我高中嘅時節，使到線上來到辦學分享反霸凌呢一件事情。韓國線上本身嘅態度自動重要，韓國幾個學校佢對待霸凌嘅事件，係咪做在本應霸凌嘅人，做在下邊輕鬆去分享呢一件事情樣。韓國人頭先讀好上到是係。增加大家對啦霸凌事件嘅了解，因為可能看台上講嘅人係自家做爸爸媽媽嘅，所以做得了解呢件事情，去關心自家嘅社會啲學校發生乜嘅事情，咪係當好嘅經驗，當好嘅方式嘅用嘅。係冇錯，可能有啲學生佢唔知呢一種就按到霸凌嘅，所以佢可能會做出呢件事情。這不是因為頭擺學長學字咪啱，因為對愛，我這樣子對愛學題學外，因為唔係當真相嘅事情，可能會有這樣子講啦。個阿 V 論咧。其實都也很係個想法啦，吼。因為唐人可能有些奇怪，時候做得看有些本人霸凌當採購嘅樣片，就沒，應該是講有些有的天樣啦，就像考駕照的時候，現在看被車撞的影片，這個我兩邊就講要發生乜嘢？考駕照要看查甫嘅樣片，我樣板小心，就講看一種霸凌嘅樣片，看到當採購嘅你，你會產生一種同理心，就講你看你霸凌人嘅，你會愛用上。古時我先講，古時也係一種人，咁當一種人就像唔講啊，咩
动讲讲，我80骗人的人，我有种快感给你，有可能还较更加嘅变态，没有可能。不过古上刚刚讲，也系我自己嘅想法啦，我只有产生同理心，欣赏社会而用白，欣赏社会。你的同理心一定要透过看，你都要让平常为有哦。就讲，比如讲有啲人啊，那我例子就講，有啲人過去當財哥，也係樣辦，可能其實就是講，其實啲按財哥，然後幫出記一樣辦，嗰種心態出來，他想要引起大家的恻隱之心。冇錯，先生，按你講有對冇？阿燕子，你知道誒，學教用版型天數咧就，一講線圖，本體嘅因是嘛，個人都教研霸凌。其實我知道，就像家下利用欣賞有講到啊，吼，像係欣賞當從有教研都嘅欣賞，還有就係家長嘅角色係嘛嘅，像我頭前有講到啊，我頭擺翕嘅相片，本嘅同學搞到安尼啊，我媽媽就會同我講啊，唔是參與安尼嘅事情。最近好落發係嘛？因為我講你係好容易嘅啦，因為我媽媽就同我講，跟住唔是哦，吼，去看睇下件事情，我本係有動到冇強用嘅人，唔做得落去認識嘅。嗰個計量是發生安嘅事情嘅時節，我點到吼，係動有底氣，因為我爸爸媽媽就像自己嘅爸爸媽媽，我同佢天數強用啊，我就看定佢搞嘅相片哦，睇下就當見同佢相。冇，我冇欺負佢，因為我媽媽就同我講唔是參與，嗰種我就安尼點清嘅看，然後就好，我就離開咧。點到吼，迄一股氣勢嚇死佢條，嚇埋佢條就唔敢去。其實唔參與啊，裝唔冇用。其實都奇怪，你都在說外行，還講你都在說用白，你又不出招，你都在說乜嘅意思？你越在意，反而掉進他的陷阱。意思講，大家拄到危險，把它要變河豚，對嗎？結果唔中央砰起來。冇錯咧，第本睇住介隻表情，就係按嚟燒燒嘅。還有幾句話，財哥，比愛，真嘅吼，其實教育部沒有老太下線頭，就講假使真嘅係有拄到一種80事件嘅董事人，可能要先了解自己情緒都在乜啥，但係講乜嘅事情會本人情緒變來，聽一種你要先穩定自己情緒。韓國喺地度用把嘢表順自己情緒，清明喺地度喺潛到乜啥，當做嚟老人聽書咗。韓國大家喺地度一個轉型就教育部嘅反霸凌轉型1953，做嚟聽書到自己，咪做嚟聽書到披薩。我記得下禮拜向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發太假歌，再來聊聊，拜拜。教人霸凌800種。學霸萬乃時候，也未表示隨時應變，留地方處事易充擾。唐太根本嘅後生人分享嘅故事，你敢有冇強讓嘅想法呢？係講順行嘅人遇到困難，請伊做幾個話本身；係講伊遇到麻煩，唔好驚麻煩，實實將心變善德嘅人，讓伊聽受。